市面上的月饼礼盒800款，不过参照这款将麻球礼盒用嚟礼盒，真正是头一摆。业者无少成本，每一档拢设计无同文化创意的礼盒风格来吸引消费者，除了实用趣味，嘛真有受众价值。每一年推出都是一个木盒的小游戏，那今年就是因为露营活动比较夯，让大家在露营之外呢不会太无聊，所以今年选了一个小麻将的游戏，让大家娱乐娱乐。对，今年的目标月饼礼盒预计在6000盒左右，那也是限量的。那我们尽量就是会完成大家都能够买得到今年限量的小游戏、小麻将的这个月饼礼盒。除了趣味的礼盒设计，今年月饼的口味除了有传统豆西、干贝，嘛特别迎合少年人，加上减糖来符合养生的健康概念。今年主要的口味是落在巧克力蔓越莓跟冰酿凤梨茶美，这个是主要针对年轻人做的研发。那这两个口味的话，巧克力的部分我们蔓越莓有轻轻的泡过酒。然后茶美的部分是采用梅岭的茶美，所以说吃起来里面的脆度会保留住茶美它本身应该有的脆。这样子的话，年轻人对于那种比较古早的口味，他们就不会排斥。饭店表示，限量6000克的月饼礼盒，每一档真紧就拢卖完，有兴趣的民众得赶紧预订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